来看112下年度高中篮球甲级联赛礼拜日结束咯。今年拜女摕到女子组的冠军，学校有史以来第2座的冠军哦。拜女今仔开记者会，冠军战的 MVP 米静雯是讲哦，伊真欢喜甲队友做伙来完成目标。伊讲毕业了后，伊想要出国去挑战。大届练球结束，一定会获冠军。拜女篮球队过12年，搁一届伫咧 HBL 比赛场完成目标。最主要基石就是要互信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以来，跟在比赛的过程中都做得很好，证明我们北女中用团队优先、教育优先的经营理念。依然能够在现今这么高强度的赛事里面夺冠。自预赛到复赛，拜女是摕12连胜，也毋过过去复赛到总决赛隔1个月，今年是1个半月，加上主力黄子云比赛前1个礼拜受伤，想要赢的念头甲士气受影响。米静雯，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得多少分，我觉得你应该在这场球打出你的价值。主力球员米静雯是做到串联全队11分18拿板8助攻，含为潘晨加3 20分，以团队力量总算毋是亚军。就很开心，是大家很团结，然后很互信的拿下这个冠军。摕到上有价值球员的米静雯，国中篮球联赛已经是真受到重视。拜女第3年总算完成目标，展望未来想要出国去看。挑战自己的极限，然后也想要去学习不一样的文化。这位高三的球员，除了米静雯，其他的内人是未行篮球的路，一世人敢若一届 HBL， 留落来是团队打拼真好的基地。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。